收著咧咁就係撞咗埋牆嘅。喺山頂嘅位置啦，我哋暫時見到咧前邊咧領先嘅車手咧就係冇乜太大嘅問題啊。第一位咧即係依然係69號嘅梁俊傑，中國澳門嘅本地車手，暫時咧就處於領先嘅位置啦。而家喺葡京灣位置啦，當然啦係有呢一個嘅黃旗嘅。睇下入葡京灣嘅時候啦，呢個時候我哋見到11號嘅車手中國希抽翻出嚟，大家留意下，後邊11號嘅中國希抽出嚟，再收翻埋去，切入嚟嘅時候啦，喺外檔我哋見到咧12號嘅葉希懷啊，葉懷希啊，葉懷希，其實咧就係好威行啊，俾人逼到外邊位置，結果咧就係撞埋牆。時候收咗嚟撞埋牆咧，仲有39號嘅林濤，39號嘅林濤喺葡京灣位置啦，亦都係身處撞牆嘅。哇！我哋見到喺山上咧就係出摩路嗰度係嗰啲太晒啦，車手咧都少少咧就係輸打，好彩咧就係可以控制住個賽車。前面就20號嘅巴達華高，依然咧就係守住佢自己咧係第二位置。72號嘅梁敬希，佢咧就係排第3。安全車果然出動。好啦，其實而家你見到比賽嘅路數就係斷㗎啦。安全車就應該要排到比賽先啦。因為我相信咧葡京灣嘅事故係冇辦法咧，就喺比賽結束之前咧就係完全避免得。而家安全車再度出動，亦都係為路中安全第3度出動咗安全車。前邊嘅賽車已經被收埋。咁樣嘅話，69號嚟自中國澳門嘅盧出賢啦。而家攞到冠軍嘅希望係非常之大嘅，同埋11號嘅中國希，賽車左邊嘅路後嘅咧其實已經甩咗㗎啦，吊住喺度擸住，但係會影響到佢嘅速度嘅。28號嘅巴達華高排喺第2位，特別係下啦，巴達華高今日咧就係生日，而且咧就係51歲嘅生日啦，冇記錯的話。相信咧，假如我同阿光企上頒獎台啦，哇！呢個絕對係最好嘅生日禮物。而家嚟到比賽嘅最後一圈，你最後有冇有機會呢場比賽喺安全車嘅大型賽事完成？A saída